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关于欢收看8月17号中嘉台电新闻。上午议会临时会进行的是审计处的业务报告。会中议员罗坤豪对来关心台南市的财务状况负责进行，同时嘛再次提出办公室调升需要回溯到民国90年的不满。这个地方主地市府会当家己决定，所以认为是咧欺负台南人，话愈讲愈激动，最后甚至出嘴骂财政局长本色。上午议会临时会伫审计处的报告当中，议员罗坤豪再次强烈质疑，市府伫6月中旬公布的房屋税调整案，对溯到民国90年7月1号以后涉及的新旧房屋议案，认为为什么无要比较其他县市补税标准？独独对溯到民国90年，愈讲愈激动，因为是欺负台南人，甚至面对财政税务局长的答询，连本色能力拢拼出来，情绪激动。缴税，大家我甲你讲啦，求一个公平嘛。其他的县市啦，如果是民国90年回退到民国90年，咱也甘愿嘛。啊是啊，其他的县市是拢拄103年嘛。啊，咱就独独。民国90年个回退，15当前的厝当做新厝咧加税啦。没有，不是这样，它是经过物价指数的调整，再经过折旧，再经过折旧。其他县市是不是都103年开始扣啦？他当时的法令不允许他往后算。我跟你讲，你实在是笨手，你这个。你不能说我是笨手。你笨手是啦？我是按照中央的命令做事情，怎么可以说这样子呢？好了，卢远，对，那个针对数了，针对数。马云议员一句本色，明显人身攻击，并无妥当。几啊摆被共党的主席柯志春挟持，会中市府再次强调，房屋税依照物价调整，一切依法办理，而且已经选择对市民冲击上色方案。电新闻军及李英庚采访报道。台南铁路地下化议案，因为市长赖清德为了鼓励住户搬到专案照顾主体，所以这出土地征收款给出50%的额外补偿。对此，议会临时会引起议员蔡玉辉、王家珍甲安玉峰等人关心，质疑如此以来相关建设案的拆迁奖励敢若有同款标准，反而将引起民众反弹。因为内政部都有会8月9号已经通过台南铁路地下化都市计划案，嘛代表该项重大建设有突破性进展。不过因为要将近2成的住户无登记照顾主体，毛市长赖清德表示，只要住户愿意参加协议结果，将给出法定50%额外地项目补偿。但面对该项专案的奖励，上午议会嘛引起议员蔡玉辉等人关心，除了质疑无法院的根据，而且该例一开，安尼中古城其实是有需要征收土地建设，但是要有同款的标准。市长讲的铁路东移50%，中国城会当照办袂啦？铁路地下化的确是市长专案去争取回来，因为这时候交通部同意。那中国城是在那之后才开始办，所以中国城在个部分确实没有。处长，你简单给我回答，讲个中国要出来，我就无意见嘛，吼。是因为中央市长有去中央要回来。对啦，个中央要给啦，安尼阮无增加破坏咱的对，所以我才跟议员报告说是去中央把它要回来。我不了解，你无讲，恁市长也无讲啊，恁市长记者会讲要给50%，无讲中国要出啦，所以阮议员的疑惑讲钱从哪里来？对，法律根据在哪里啊？是啊，中国城无嘛，吼。因为中国是在之后了，我知啦，那是之后了。因为中国好啦，它是通令102年7月以后停发。好啦，处长，我要甲你讲的是吼，恁这个例也开了吼，以后你看百姓会抗争。他会局长进一步说明，嘛了解为了降低台南铁路地下化沿线住户的冲击，都是鼓励搬迁，其实是赖市长103年的专案向交通部要求，而且中央已经同意适应，完全是中央预算来支援。至于他砍下跳迁的奖励金，中央102年7月就已经全面停止发放。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
由文化部所规划全国巡回册展8月7号伫桃园开幕以后，第二场就来到咱台湾文学馆开展。会中就来展出12000多种的好册，并且规划阅读创意市集、加亲子广告书等艺文活动，希望透过多元的节目来鼓励民众亲近阅读。文化部为104年首度办理全国巡回册展。目的是希望结合中央甲地方资源，合力推动阅读，提升购买书籍的能力，达到活络市场的目标。今年册展以着阅读和城市更加伟大作为主题，展出超过12000种类的书籍，和参观册展的民众会当有无同款的阅读体验。从文化部的角度，非常需要跟在地的政府一起合作，让大家的资源能够彼此的结合，为更多的读者还有市民县民们服务。那当然很重要的阅读这件事情，除了它有彼此可以分享的部分，它也有非常个人的部分。那在现今3C 的这个世界跟文化的发展的这个潮流下，阅读显得越来越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容易为周遭的一个纷扰的氛围而渐渐的失去了个人安静的那个角落。而阅读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很重要，能够帮我们回到内心，自己跟自己相处，跟创作者相处，分享一个没有边界的想象的空间。在合并之前呢，大概每一个人的一个过这个图书的金额呢，从每一个人的6.66元，进步到去年，到今年是28元。我们呢编了比以前呢将近差不多4.5倍的经费。那第二个呢，是我们最近设立了3个新的地方图书馆，包括玉文，包括土城，包括南区的盐城图书馆。那位在台南公园旁边的目前的总图书馆也有做一番整修。那目前我们正在筹划呢，未来台南新的一个总图书馆。那我们预计呢，花新台币，包括购里面的一个软体呢，里面的书籍呢，差不多20亿的新台币。全国巡回册展展期为8月17号展到8月28号为止。册展现场总共分做6大区域。展出12000种的书籍。册展期间要规划阅读创意市集、亲子广告书、在地作家手稿展示，相当适合亲子共游。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位伫中西区知名的台湾府城封闭，伫中原普渡这个属于阴间好兄弟的日子，该庙依照惯例盛大举办普渡法会，祭拜物品摆满整个庙埕，过程更是庄严隆重。管理阴间的地方官，台湾府城隍庙所祭拜的威灵公，伫咧中原普渡这个专属于阴间好兄弟的节日，由法师甲众师者的念经请假之下，奉请到庙埕上的普渡祭坛，同时也到佛祖山奉请佛祖祭奠。这虔诚的信众对着法师庄严念经，将功德回向，并祈求平安顺遂。这是台湾府城隍庙每一档拢会进行的大事。全部依照传统科仪进行。各庙有咧普渡无共日，所以咱就留定讲，咱来请法师来，咱来请咱法师来主持这个仪式，互咱这个普渡场会当圆满。因为法师先要来遮请神，请神了后，进去迄个佛祖山去请佛祖来坐殿。来种来只种基个头前只炉头拜，正式插香，正成了法师上台，开始正式来去做这个仪式的开始。庙方每一档拢准备了真周全，祭拜所用的物品，亲像是lap打、lap坛、五星、素果，或者是要互好兄弟用的粉、酒、18豆仔、七桃米仔等等。一项拢袂当欠缺。咱中原普渡是一年一度，咱城隍庙盛事，一切筹备就是咱伫7月就开始筹备，所以咱固定咱城隍庙每年7月15来咧中原普渡，
互这种户民大家来斗相共，咱这中原普渡会当来圆满，由咱城隍爷做主，咱观世音菩萨来加持，互咱这个普渡会当来圆满顺利，众户民众境内会当圆满，会当顺利，大家身体健康。和好兄弟享用贡品的时间大约是4点半钟。台湾府城隍庙延续这项仪式，也是传承着较早的人敬天敬鬼神的优良传统。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推动南区观光所成立的万里黄金上环发展协会17号举办第一摆筹备会，会中大向会员解说协会并观光产业的目的，也希望更较侪关心南区观光产业的市民加入做伙来拍拼。万里黄金上环伫地方人事自主努力奔走，加上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台南市政府、南区区公所。佮在地民意代表辅导协助之下，17号来到万里活动中心举办第一届上环筹备会议，并且向上届会员做简报，分享双方的想法，也希望万里黄金上环会当借鉴正行街写作经验，甲万里地区的观光经济带起来。万里啊吼，伫遮的部分吼，商家、店家拢真侪啦。你讲这个商圈，你若无成立来讲，对地方的部分也是拢无法度帮助，无法度做突破。所以小弟拄有甲一个迄个阿辉两个来做这边的筹备啦。希望咱万里环境商圈会当愈来为茁壮。希望咱全国乡亲然后来台南市万里会当安尼逐间店家啦逐间安尼逐间店来看，有特色的店，有古味的店，有搁较老的厝，真侪古迹，咱西边遐搁有环境海岸，这政府一定迄个86个快速道路拢通啊，所以讲对南区来讲，以后是真发展。万里黄金上环发展协会希望透过协会成立，会当斗相共推动地方经济。协会也欢迎，只要是对南区观光产业有兴趣的台南市民，拢会当来加入做伙拍拼。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咱台湾今年暑假独家所推出的一场乐高展售会，就来展示了台湾城市的大型乐高作品。同时现场嘛规划一个会当耍的所在，邀请亲子做伙来同乐，共同发挥无限的创意。有高雄知名的八五大楼，也有台湾上界高的建筑台北101，这寡由济乐高歌手所组成的5公尺大城市，充满了欢乐的气氛，甲不可思议的卡司。内底藏着蝙蝠侠，大楼边也有汽车的选手，也阁有济大型、小型的人物、动物藏伫街头。特别是这台会动的乐高火车，更是大去引了小朋友的目光。知名百货公司南台湾暑假唯一一场乐高特展会，邀请大家做伙来佚佗。南部独家一场乐高展售会，活动时间的话是即日起到8月28号。那就是我们邀请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就是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乐高的活动。那我们现场呢有一座，就是有11位玩家，乐高玩家就是共同打造5公尺的大城市。那就是欢迎，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到现场来玩乐高。
那我们呢，现场的商品城市系列的话，就是全面7折。那每周6日下午3点也有乐高人偶的见面会，那也就是欢迎大家来参观。现场也有侪家长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就是希望让小朋友家己动手做，用家己的双手实现脑中的创意造型。做房子之类的，像还有贩卖机，像是可以动的那些东西，可以让人玩的那一种。喜爱乐高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定爱伫暑假把握这届南台湾的唯一机会，来体验乐高积木玩具的无限趣味。咱新闻网子好采访报道。随着个人化社会，佮加上现代人饮食习惯的影响，糖尿病、高血压等代谢疾病所引起规身躯的问题，拢是一大困扰。对此，基于病院伫最近利用高压氧来治疗代谢疾病所引起的晕眩，不但让患者大大改善，嘛让脑心血管疾病得到控制。这位小姐长期有高血压、甲高血脂的病史，为去年3月份开始，佮出现小中风的情形，影响行路甲开车的平衡。不过，伫经过2阶段，总共50摆的高压氧治疗，大大改善这款的镜头。我走路还是偏，开车也是偏，连在倒车入库，每一次都是倒不好，而且常常撞到东西。我说不行了，这样子还是没有好。那刚好我那个一个好姐妹，她介绍我说来奇美医院做，高压氧，所以我就马上来做。我做了30次，因为我比较严重，我有梅尼尔氏症。可是那时候我不晓得它也可以治梅尼尔氏症，这是我意外的收获啦。然后做了30次以后。我发觉，我在走路不会偏了，因为走路偏很难过。每一次就说你走这，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走这。发觉现在就可以很直的走，开车也可以很直的。医师指出，血管的阻塞会引起全身性，包括脑部、心脏、腰子等等的问题。一旦小血管塌掉的，就会影响平衡、四肢甲目睭等等的部位。对于这个脑中风、脑血管出血，还有这个脑外伤，以及这个突发性耳聋突然耳朵听不见，突然眼睛，我们都治疗蛮多的。那最近我们有发现到，特别是这个晕眩的病人蛮多的我们随时每一个礼拜都有1-2个病人来那结果发生以后，病人这个治疗了以后呢，的效果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印象很深因此呢，希望就借这个机会呢来推广这个高压氧气治疗对这些病人对这些疾病有治疗的一个效果，能够改善他的血液循环能够帮助脑神经的修复同时降低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发炎反应不好的发炎反应，还有降低这个我们所谓的游离基身体的游离基的含量。另外，高压氧很重要的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周边的所谓的干细胞能够到脑部去来进行脑部的再生。不过，并不是镜头改善就无需要继续治疗。医师强调，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病人，首先一定要先把心血管疾病的问题控制好，然后半冬到1冬内继续做高压氧治疗，才当达到预防加保健的效果。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有一款或者得发现骨脆瘤的病症，因为相关镜头包括骨头酸痛、并血、尿道感染等等，看起来拢是一般问题。不过，若所有镜头佮包括腰子病拢合并起来，医生提醒就可能就是这款的癌症，千万唔通疏忽，保护民众一定要有相关的认识。透过人体多处骨头变形的部位，凸显得发现骨脆瘤的特征，就是癌细胞一直侵蚀骨头，变成一个孔一个孔，造成规身躯痛痛，进一步骨折，加上腰子病的并发症，无量早治疗，恐惊有生命危险。就是它的并发症，就是一个最主要是造成肾脏功能不好。那有些病人甚至一来就发生变成要到洗肾的一个状况。那当然骨折有些地方，有些我们有遇过，一开始来的时候就脊椎的骨折，甚至压迫到脊髓，一来就半身不遂的也有。所以这些都是这个疾病可能引发的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那当然这些病人他的抵抗力也比较差，很多病人因为抵抗力差，年纪又大，那
发生一个感染，甚至有可能会因为这样造成生命的危险。该镜头除了估计嘛，因为个合并并会腰肌病变等相关的镜头，加上容易发生伫老人身躯顶，等医生都有可能疏忽，所以现代病院嘛特别提出呼吁。其实好发在老年人，那常见的一些症状呢，包括他可能会骨头酸痛，然后会有些造成压迫性骨折的一些现象，那常常合并会有这个急性肾衰竭，还有这个贫血甚至高血钙的这些现象。那这些现象其实在老人家都相当常见。那我其实要呼吁，就是说，当然大家能够对这个疾病有比较高的认知。那如果老人家有一些不明原因的贫血、肾功能不好，或者常常骨头酸痛，甚至出现骨折的情形，都应该寻求专业的医师，去找寻背后真正的原因。医生强调，虽然该镜头的是癌症，不过若早期发现，会当透过这些新药来治疗，明显提高5档的存活率。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分对将从雨加是雷雨天气，温度27度到29度，落雨记录4成，海面平均风力4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8月17号的中嘉台电新闻，咱再会。